镜头锁等来台湾，这几天因为透西南风，天气真热。昨全台湾有3个县市的气象站拍破到4月份的高温创纪录，连几啊天的高温嘛，互卖冰的生理强滚。卖冰的头家讲，这个业绩是加出到2-3倍。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到拜六礼拜，受到风面的影响，样样要全台湾拢会落雷光雨。气象署讲，也未看到雨势的进步哦，提醒咱的乡亲爱注意咯。黄景源先生宣下到达绵的雪花冰，敢若用看到心凉鼻透开，食一喙随寒甲头壳心。来看冰店内底，人客坐到靠电梯，头家趁钱就敢若伫咧趁水，因为天气真正是热到亲像沾着了火。很凉爽，很凉爽，刚好消暑。日头正炎热，一日出门就亲像伫咧航箱内底，有人规身躯包到目睭睭，冇人惊雨伞，含骑机车民众听红顶目闭伫咧树都惊扣日头晒到着伤。哦，超热，跟夏天一样。撑伞啊，然后擦防晒或者穿小外套这样。就是很热啊，很烫啊，受不了，还是少出门啦。受到西南风影响，昨高温出现伫咧台南市旧镇区有39.7，另外台中嘉义和高雄都拍破4月上高温的纪录，其中台中站测到39.2，拍破22年来纪录；高雄站是测到30.8，嘛拍破45年来纪录。到今仔日，中央气象署嘛针对台南市、高雄市和台东县发布高温感冒小警戒，有些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纪录。屏东县嘛发布黄色警戒，民众拢需要特别注意高温特报。比较明显的一个天气变化，应该会是落在明天，随着锋面开始抵达造成比较强的一个降雨。明天、后天是第一波的锋面，那再来是在周4的时候，第2道的锋面逐渐在接近，在周2、周3就是在西半部地区。尤其是可能在中部以北地区，雨势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形。另外，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六礼拜，受到一连串长的风面影响，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，落雨几率真悬，而且嘛可能单雷公上大雨，恐惊到月底当然是歹天。湿搁翕的天气，提醒民众出外，雨伞和雨伞都会给你早有交通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